佛教為什麼要教人離欲？如果個個人都離欲，地球會停轉嗎？根據《雜阿含經》的說法，如果我們不能離開對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裡的內容的貪愛，是不能解脫的。簡化一點來說，如果我們對世間的人、事、物有欲望的話，就要繼續輪迴了。如果我們要繼續輪迴，就必定要繼續受苦了。所以佛教主張修行者離欲，而道教主張我們應該少思寡欲，因為要修仙的話，是不可以有太多欲望的。而《黃帝內經》亦有記載，人若欲望太多，病就難痊癒了。這與西方的思想是很不一樣的。西方人認為這個世界是由欲望建設出來的，他們認為只要有適合的社會制度和秩序，就可以將人類追求自己欲望的動力轉化成對世界的貢獻。而且他們更認為，沒有欲望就沒有動力，事情就做不好。日本更有人提出過，低欲望社會代表低生產社會，不進步的社會。所以有人提倡年輕人一定要有欲望，對生活有要求，否則國家的經濟便會衰落。浮誇點來說，地球甚至會因此停轉。而更離譜的是，西方的人力資源管理學曾經提出，不要聘請那些在未來不想賺更多錢的人，因為他們沒有更大的欲望，就不會有更高的努力。由於過往社會給予欲望和貪婪這麼正當的理由，人們就不提防過度貪心帶來的不幸。首先，太高的欲望使人們對生活的滿足減少，不滿增加，增加了社會的抑鬱，長久下來會惡化成精神疾病。人們沒法知足常樂，即使社會變得再富裕和先進，不滿的情緒依然存在。這些情緒通常都會遷怒於國家政府，造成政治經濟動盪，進一步剝奪了剩餘的快樂。除此之外，人心若經常欲求不滿，就會犯下各種罪行來圖利，損害公眾利益。近代你可以看到，那些貪贓枉法的人，不全都是沒有錢的人，當中也不時夾雜着一些上流社會人士。他們不是沒有錢所以去犯法，而是已經很有錢，但是由於欲望過剩，想賺更多而犯罪。雖然世上很多的建設是欲望建成的，可是世上所有的邪惡和罪行，不也是欲望建成的嗎？然而，即便是不主張欲望的佛道兩教，他們在這世界的慈善事業，卻建設甚多。這又讓我們可以細心思考一下，到底良好的建設是否一定需要欲望呢？其實知足常樂、慈悲喜捨，不但不會令地球停轉，而且更能免於罪惡。古人在數千年前已經啟示我們，越大的欲望，在現實中就越難得到滿足，人會因此而身心失去平衡，最後都不過是害人害己。再者，世界的幸福是不能純由貪婪建立出來的，我們是時候要拋開西方的愚昧觀念，離開那些帶領着世人自殘的欲望，正心修行了。今集講到依度先，如果大家想共弘大道，分享這份功德，就不妨替這部影片給讚、訂閱，或者係在下面留言。只要你有咁樣做，YouTube 的演算法就會將這個頻道的影片推送給更多人，使更多人受惠。多謝。